所以咱来关心注疫苗相关的消息。嘉义为13开始安排第1类至第3类的民众注疫苗到达，传出有部分的老大人因为注疫苗的不良反应来过身。今仔日早起，嘉义市是继续开放75岁至82岁的民众来注疫苗。市府讲，确实有一寡民众因为惊有不良的反应，到即嘛还阁伫咧长途赶要去注射咧。未少民众一早就来到指定的所在，准备要来接种疫苗。嘉义市伫今仔日开放75到82的民众来注射。针对最近因为注射产生的意外，来民众也是表示有注射较安心。我遐无啊，敢来住，敢我上勇敢的。你若搁敢来住，人拢唔敢。咱做生意的吼，咱伫外口，人因拢伫内底拢无。这个因为有不良反应，会不会担心？还好对我爸主要是看我爸他自己的心理建设应该都很充足了，所以就很 OK。这月中央分配4600栋疫苗，予嘉义市75到82岁的人来住。市府统计，第二波会当住的人大约有12000多人。目前预约要注射的民众有2800多人左右。市府嘛表示，民众注射意愿确实有受到不良反应的影响。我想不只是我们在挣扎，家属也非常的挣扎。我们问过的多次，但是呢，我们也衡量利大于弊。对于这一次的防疫工作，清清楚楚的告诉我们，接种疫苗是防疫的最重要一道防线。无啊，伊这生性一定爱做的啦。妈不良反应是家己爱控制也好，迄个算有像头仔我妈妈伊就还袂注意，就讲伊会头壳小可晕啊。伊迄是家己紧张去的啊，注了以后反应袂歹啊。因为惊注射的不良反应，第二波来住的人无拄开始遐尼济，但是为今仔日早时到中昼，嘛已经有1000多人来住过。黄明辉表示，疫苗无够的问题需要解决，感谢美国送的疫苗，嘛希望中央会当赶紧分配，提高地方疫苗的接种率。记者林伟霆，嘉义报道。